全世界无论哪就系老人家见来见到，大家都要来面对，系政府、社区、医疗、社福机构应当去关心的。特别的是，2014年起始，清华大学有一群学生的真系老顽学嘅团队，用非典型的方式来关心菜地老化的问题。加到同新竹东区公园社区发展协会来合作，用创新的服务带领社区的老人家行出去。加到改变头摆社区法通，不过就是从歌位跳舞的方式，结合嘅科技韩国一下后生日请关心的东西，可以多用嘅课程。包含嘅我也到老人家来做一个讲演者，讲自己生命故事嘅 TED 讲演法通，韩国安用嘅用智慧型数据嘅课程。我也到老人家亲近此心，韩国成就感。术后拿定相片，明显经验得到母番母亲嘅欢喜。今年70歲嘅亞洲米整理好，得將家下嘅菜單，韓國做子供嘅經驗種從亞豆，並到推嘢杜紅添好勢，讓一記特別打扮，看起來動搖客家米，準備去參加一項特別嘅活動。行業社區發通中心嘅會場，看到米嘅阿伯公、阿伯婆都打扮到動派頭，逐定拍整舊木族嘅蛇皮羅玩比試，個追風也到，見條紅綁定嘅風彩帶未特別當然，讓人見到為啲舞台紅做一類公演者。經由旁人旁敲側擊之後，其實得到了非常多，就是阿姨豐富的經歷。然後她今天也會就是為我們帶來就是她唱歌的故事，然後最後會為我們表演一段客家歌。那我們接下來聽他的演講。大家好，我現在名趙米，我待在新竹市東區嘅所在。頭一擺拿定麥鼓，亞洲米悠悠嘅同大家講講家嘅人生故事。我現在呢要講的是我歌唱人生，因為我呢其實說啊，以前是農業時代。收音機普遍很少有的。有一天呢，大姐在新竹買了一架那個收音機回來了，哇，全家人都好高興哦。到了晚上的時候呢，全家人圍在收音機的旁邊呢，聽氣象或者新聞報告呢，或者聽音樂。講到韓世家下現正家己買嘅一台垃圾歌，談到佢對唱歌嘅動有興頭，睇嘅佢一定好唱嘅就係客家歌。母親為太根母親，辛辛苦苦讓我生。亞洲米啲舞台後，留大家講自家嘅故事，講話講嘅，從其講嘅，還用相片做簡報。啲台後看起來歡頭笑面，冇見有自信嘅佢，其實佢喺年前是認真假老公不按歌聲，有好叫嘅佢下嘅知道同艱苦，做乜嘅就無心無想。海岸城，頭家做得了，唔係好講法臭毛頭擺去做整理，差唔多6點嘅時間，我是煮好菜這個電機轉了20分，我是做得了後我煮作當兵呢，炒呢點用尾，我頭家用還蠻轉了，長相都我頭家做得長心肝咯，會叫出來。認真聲音呢，都喜愛種石頭路，以上年係啲屋卡，難免會吃到一故事。故上亞洲米嘅天會行出去。去年夏季，來嘅一群清華大學嘅學生嘅開嘅 TED 公演課程，帶定夏季老人家，紅用嘅老自家嘅故事整理起來，教佢亞豆愛用嘅公演，用嘅用多媒體科技，為亞洲米同安度嘅老人家先行出來，重新學習，尋到自家嘅價值。
所以呢，我出来哦，表心肝来表开来哦，看开。TED 是现在一个年轻人共同知道一个概念，对。然后既然它是一个年轻人的东西，可以用这个东西跟他们沟通，然后又可以让他们站上舞台，就是我们希望是，也是可以鼓励同龄的长者，对，就是除了增加他们自信以外，可以鼓励其他的人。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借此跟他们家人有连接。手提落啊，要起头，心心念念。也从公园出题由94世纪女子阿伯婆用其出色好多嘅歌曲唱出家嘅生命故事，含有一类新竹5中嘅退休先生喺头一摆拿定件宝贝上台公演，其此度也就唱人嘅不梦用嘅。今晚太好，俺叫所有学生啊，当热心哈，把它训练下的嘛哈，俺是说当好，而且跳歌哈，俺是知道讲。哎呦，那个简报笔，哎呦来比划哈，好帅啊！我说哦，就两样机会，所以我挺早来参加。带定亚条老人家嘅係前太學生嘅，真係老玩下團隊。認真亞條發現，也下老人家見來見到韓國科技安進步，老人家見來見聽唔到後生嘅，老屋客人嘅關係未見來見唔清。故所亞條學生嘅見聽先對傻傻都有嘅智慧型數據嘅高意思。我們開設了智慧型手機課程，是希望他們跟着社會脈動走。社會發生什麼事，他們有沒有知道？年輕人用什麼語言，他們知道。開始慢慢，我覺得他們開始會覺得，其實我年齡長，但是我不是老，變老。然後可能他的小朋友會發現，70、80歲沒有我想象中的老，就是發現他就是一個很活躍，他仍然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人，而不是他就是一個老人在家裡發呆。看亞條頭拿無碰拍，帶定老花無鏡嘅阿伯公阿伯婆，見地嘅白書記嘅，一張頁看到，知道有啲位似，有啲位奇怪。係講唔係，有亞條太學生，按點時呢啲順空見高，還安排同性軟體健身協上亞條課程，當到老人家本單根本就唔想用智慧型書記嘅。我就想說，那麼多歲了哈，快70歲了就不想學了。只是聽而已，聽到我們理事長說這邊要教我們，用手機，我女兒就鼓勵我了，我來這邊學。他們非常有耐心。其實我的孩子，他們都在科技公司做事或者大學教授，他們也很忙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攪他們。那他們願意教我們真的是感謝得不得了。開這種課程的話，直接可以跟小朋友有個互動，不管你是玩遊戲也好啦，傳資料、傳相片啦。感覺上就比較豐富啦。小朋友那個長輩們，他們好像生活變彩色了。生完，我照你一張，來看看。現正有老玩客團隊沙期老人家去發通中心，就唔係單槍示範大嘴鼓亞條固定發通，一下亞條含做得動有自信，拿出數據嘅，小到牙白白嘅，翕下一種又一種嘅相片。含記錄亞條嘅彩色人生。